道客家的美味百百种，但是今天感动时刻介绍的客家烟叶饭，尤其值得您细细的品尝。因为这是美浓早期在冬末春初烟叶采收的季节才会飘散的香气。当时呢，其实主要是因为烟农轮流到彼此的田里帮忙采收，那么东家就准备大碗公，盛上白饭、梅干扣肉等各种配菜的饭包作为回礼，这烟叶饭的名号于是由此而来，不仅具有古早味，更有浓浓的人情味。大碗公里满满的配菜，洋溢怀旧古早味。梅干扣肉加上高丽菜干、萝卜干、炒地瓜叶和9层塔煎蛋，这就是烟叶饭最传统的菜色。烟叶饭里可没有烟叶，原来这是出自于早期在高雄美浓盛产的烟叶进入采收期时，烟农彼此帮忙采收。午餐时间，东家准备大碗公，装着白饭、各种配菜，拿到烟叶田边，请大家享用。你在采摘烟叶的时候，又是在冬季，那在冬季的话，它太阳是不是很快就下山了？就要抢那个时间，所以说才会发展成那个烟叶饭。现在这样的古早味，在美浓雷茶馆老板娘陈富妹的手中重现了。以前那个田里面啊，都会有竹子，他们就直接有时候就是直接这样子摘下来，摘下来就直接当筷子吃。除了香喷喷的控肉让烟农们储备力气干活，烟叶饭里的每样配菜其实都蕴含着传统客家精神。9层塔本身它在我们老一辈来讲，乡下人他都有一些食疗的一个概念，它可以那个行血化瘀，它也可以补血，它有很那个丰富的铁质，所以说为什么要用9层塔煎蛋的原因是在这边。美浓当地的烟田现在大部分已经被稻田取代，随着洋烟进口，烟酒公司将烟田面积缩减。冬末春初采收期，美浓烟叶田茂密的盛况不再。但陈富妹说，尽管如此，烟叶饭所象征的意义不能被遗忘，要让年轻一代来了解啦，来了解说以前老一辈他们的那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，最主要还是要让他们学精神。烟叶饭的好味道，诉说的是烟农们的勤俭刻苦的精神，也传递了客家庄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。每一口米饭香，都传承了不变的人情味。油亮的梅干扣肉大口咬下，是客家的人情味；清脆的高丽菜干细细品尝，是客家的情节美德。一碗烟叶饭，道尽客家情，也再现感动时刻。